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的镜头继续来到台南下营夜市啊，讲有人哪像咧收保护费，这个摊商的头家无互伊，竟然是讲并倒，搁甲头家算暗棍。事后有一个自称是夜市啊管理会负责人出面来赔会，讲目前当咧筹备咧申请到夜市啊的许可执照。 毋是收保护费，是咧收营运所需要的费用。啊，这个摊商无愿意交这个费用，才会来引发着纠纷。这是道路街的。这个穿乌衫查甫人出手并倒，安尼阁无够，伊冲进前将这个头毛交俾这个路边摊的头家，暗管啊共吹掉咧。看到这个画面，有人惊一个赶紧闪，也阁有人赶紧冲过来，将这个查甫人扭开。你敢讲到要输一个？ 并对代志发生伫台南下营夜市啊，翕到影片的网友讲，这个穿乌衫查甫人，敢若是要甲收保护费，头家唔好伊尔，就讲并倒。你免并倒，佮安怎你拢讲的，免讲并倒。哦，那像罗马呢？请一些交管人员，然后维持交通，请一些清洁人员来打扫环境卫生，所以需要有一些费用来支付这些工作人员，有比较冲动一点，稍微。 抱歉一下。管理会人讲，当时是要收营运所需要的费用，清洁费一单是50块，管理费一价是收80块。当时这个摊商无要纳，才引起纠纷。疑似因下营夜市自治会所需费用缴纳问题发生争执，立即通知施暴者张楠到派出所说明。虽然主持管理会认为收营运的费用无唔对，也毋过对方若拒绝，就讲并倒暗管咧个人吹掉咧。这款的处理方式有理嘛变无理，警方将依照恐吓、伤害、毁损等等罪嫌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